来看2017年伫法国出事的鸟禽移民25已经出发，要登去中国四川成都的护育中心咯。法国的第一夫人嘛去机场接送哦。最近这几天，中国甲欧美国家的外交是真紧张，北京透过鸟禽外交，嘛是真流行的外交关系，甲各国来博感情。几路有真侪民众咧送，寄住伫法国的鸟禽王梦，伊伫当地时间25出发，要去巴黎戴高乐机场，转去中国，入去到四川省成都的大鸟禽生态研究基地，来确保讲免偌久会当有家己的后代。王梦伫2017年8月出世，伊是头一只伫法国出世的鸟禽。同年的12月初四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。法國第一夫人碧姬因做伙甲號名，所以講碧姬這邊嘛有來甲送。Il aime bien manger, il aime bien dormir. Son côté français. Il est assez sociable. Il a un côté chinois, un côté français. C'est ça. 法國嘅警方鬥相共來開路，還佫有真濟警察下場來確保講冤夢會當歸路平安。冤夢嘅父母伫2012年從中國去到法國。此當時，中國要佇世界各地來進行鳥禽生態計劃，所以國家阻止法國大鳥禽來到這，嘛互保護樂動物園的遊客數量加真濟。隨後，冤夢的雙胞胎姊妹出世，2022年的遊客的數量還佫達到200萬。同款的鳥禽外交嘛發生佇歐洲的其他國家，北美還佫有亞洲的22個動物園。照顧鳥禽的成本真懸，逐年攏愛開要上幾百萬的美金。若鳥禽租借期限上長是有15年，時間一個到就愛甲這個鳥禽送轉去中國。鳥禽外交內底還佫有一項規定，講假使若佇租借期中來造成鳥禽死亡，還佫有罰款的問題。毋過鳥禽生出遮爾古錐的模樣，深受各國動物園還佫有民眾真歡迎，嘛毋茫講租借着中國的鳥禽來增加遊客流量。就算講這幾年來，北京當局甲歐美國家的外交關係有較安平，毋過透過鳥禽外交展現出中國的軟實力，安尼嘛加減來落軟外交頂懸的硬實力的對抗。公司新聞，沈樂培編譯。